就是我们不知道原来看到一个孩子的，是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清楚看见的。在跟孩子研究，发现那些孩子都非常活泼，非常天真，也都非常可爱。然后每个问题他们抢答，可你知道吗？后来在国中、在高中的课程当中，我发现敢抢答的人、敢回答问题的人、敢提出自己生命梦想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声音越来越小。我不知道挫败了他们，我不知道什么限制了他们、禁锢了他们，但是我们知道已经胆怯了，他们已经对未来没有企图心了。曾经讲过2句话，这是我教学34年来，我觉得最重要的2句话。我也希望把这2句话拿来跟各位分享。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什么叫不愤不悱不发呢？这后面的2个字叫启发。很多人都知道孔子圣人是做启发式的教学，但是大概很少人知道，所谓的启发性教学当中是有条件的。所以刚刚那2个句是这个条件句，就是不怎么样就那个愤跟悱的意思。愤就是悲愤莫名的愤怒，愤的意思是心想求通而未能，就是我心里想要求通想，但是我做不到，我力有未逮，我做不到。悱一个一个心部，在一个非常的悱的意思是口欲言而未能，就是我嘴巴想要说的一番道理，清楚明白的彰显这些大道，但是我做不到，我力有未逮。好，那孔子说，学生如果不是这样，我就不会去启发他们。也就是我为什么会去启发那些孩子呢？因为那些孩子他们都做了这样的表现，他们心想求通，但是力有未逮，他们嘴巴想要说出那番学问的道理，可是他们又做不到，所以我就要来启发他们了。因为这些学生已经有了最清楚的企图心。当一个孩子对未来有企图心，他有动机，他有动机，你再去点他一下，他就会上来了。然后你的点拨就是一个临门一脚。可是他如果根本没有这种意愿、企图心，你说再多透一句透过刚刚今天跟我讲的一句话，说马耳东风啦，各位你讲什么他都能说，最后我根本就是在白费时间而已。孔子说多有道理。各位，孔子有3000弟子，对吧？自行数修，无未尝无未焉。这么多弟子里面，真正能够让后代知其名的人物有多少呢？72门徒。而这72门徒当中，东赵籍的有多少呢？10个，4科10则，里面有德性科、语科、政治科、文学科，就是颜渊、闵子骞、杨伯流、仲弓、冉有、记录，对吧？好，注意，然后呢，子贡等等，有子夏这些人，这些人他们是我们弟子里面最要的。他们你会发现，在孔子的言行《论语》这本书是孔子弟子，其实再传弟子，他跟谁对话，都跟这一群人在对话，对吧？那为什么？因为这群人常常然后老师就会常常跟他们有对话的机会。我上课的时候，有些学生，特别是很后面的学生，常常的私下议论，讲一句话常常老师教的很他很偏心每次都跟那些成绩好的人在一起讲话，从来不在意这些人。那有一次，就有一个学生叫来，我说：“你以为是老师主动去找他们讲话的吗？不是，主动来找老师的。你知道你为什么没有常常在老师面前？因为你缺乏那种勇气，走到老师面前，告诉你的问题，然后我可以帮你做什么，我很愿意帮你做什么，但是你要靠近我。如果你不靠近我，你就没有机会之间有更深一层的对话，不是吗？所以今天老师作为读经老师或者作为家长，我都恳求各位，一定要在孩子很早的时候就培养他一种好奇心、企图心，能够很勇敢的把内心里面真正的问题、盲点给找出来。因为学习的过程当中，最好的一件事就是我发现问题，更好的事情就是我有气去解决这个问题。当你消灭了一个问题，你就真正努力；当你消灭了10个问题，你就变成高手，你就变成达人。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就是其他人的楷模，都是学他们学习，因为你在那些难题上面都迎刃而解了，然后这种青出于蓝的那一种人，你知道吗？今天站在这里，只是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早你一步，那个位阶，
只要你掌握了正确的学习方法，然后让内心当做一个原动力，不断的去灌溉它，那么很快你就会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你变成出类拔萃，变成佼佼者。我们期待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有发热的那一天，但是在发热之前呢，我们要当一个引路人，给他们方向，给他们鼓励，也给机会。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谢谢。感谢讲师慈悲前道鞠躬，婚道鞠躬，再次对讲师感谢。好，那现在是我们的休息时间，等一下会休息到10:40。然后射手在左右边的两侧，然后我们总务组今天很贴心，怕大家肚子饿，然后后面有准备点心跟茶水。那在这之前呢，后学想邀请大家，我们以一次爱的鼓励一起来感谢我们的总务组贴心为我们准备的点心，爱的鼓励一起来，感谢总务组。好，那大家可以自行取用了。那待会啊，或许希望大家可以提早5分钟，我们回来教室准备来继续我们的下一堂。我把可能跑到那边去。亮。直播过程可以按这3点，直播过程按这3点，按这3点，然后可以按分享，按开启闪光灯，关闭麦克风。还有这种功能，要善用这个按键。按那个还可以，这种功能。还有这种功能。你出来。要不要去？按这个按钮，你看画面就会切换，向外向内，可以向内的，可以向外。然后要停止，要按哪里呢？按停止，按那个打叉叉那边。